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洗衫机甲烘衫机同时咧使用，竟然是导火烧起来。这是发生伫苗栗丰年路一间人家厝，导火是洗衫机，厝主赶紧来报警，员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，厝边嘛来帮忙转水，加在无人受伤。警消初步来研判，可能是洗衫机甲边仔的烘衫机同时使用，这电线载袂调，导火。一个导火员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用灭火器对洗衫机里喷，也无火，共款嘛是无关。那个灭火器不够。家里有没有住家有灭火器的借一下？灭火器一支无够用，员警赶紧去厝边隔壁借。来，毛巾。一接到赶紧冲转去拍火。照明不够。好 ，OK。两支灭火器嘛是无够用，厝边直接有水管接水拍火，火才控制掉咧。啊是安怎？洗衫机会导火？那洗衣机怎么会烧起来？因为我刚在用烘干机。啊！厝主讲，当时伊伫厝内雄雄闻到臭火大味，赶紧冲出去看，就看到这个洗衫机导火啊！导火原因敢若是因为洗衫机甲烘衫机同时伫使用。疑似民众同一时间使用多台电器，造成电线过载，引发火灾。远警获报抵达现场，利用巡逻车上灭火器及邻居支援的灭火器，迅速控制火势。洗衫机甲烘衫机同一日使用，即使讲电线挡袂调，就能导火。加在洗衫机甲烘衫机拢伫室外，无烧着厝内，厝主嘛无着伤。是讲即马天气遮寒，会同时用到真济电器，这真正会较细致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